坐落於喺天水圍嘅居屋，原始空間有着充沛嘅日光條件，日常規劃空間設計規劃咗齊備嘅2房2廳格局，同時擴充海量收納機能，並且規劃一間儲備室，打造屋主同埋屋企人敞亮嘅未來居所。進入呢個單位，大面窗鏡引入充沛嘅日光，而清新爽朗亦都成為簡約住宅嘅第一印象。地板就鋪設咗溫潤嘅木地板，為居住空間保留一啲生活嘅溫度。其次，為咗擴充細尺數嘅開闊視野，設計師以開放式公共空間為設計嘅主軸，透過整合客、飯、廚3大機能，並且規劃流暢嘅行走軌跡。廚房區以玻璃拉門區間備，可以適時借絕油煙，整體空間又呈現清爽美感。形數開闊而且獨立嘅公共空間分野，有好多獨特收藏嘅屋主，唔使擔心冇可以展示藝術品、公仔嘅空間。議事櫃就係展現你絕佳品味嘅好地方，嵌入特別嘅玻璃格櫃，再打上精緻嘅燈光，營造演員藝廊般嘅展示格。由於屋主有大容量嘅收納需求，但空間本身嘅大細有限制，設計師利用其中一面牆作為收納櫃嘅配置位置，借由唔同層次嘅規劃，令牆面由上到下都可以收納嘅空間，令空間嘅使用效率提升到最高。木材帶嚟嘅溫暖同埋自然觸感，令人感到舒適同埋安全。主人房以木質家具為主嘅風格，營造出柔和嘅居家氣氛，非常適合內向嘅屋主需要嘅放鬆空間。呢個風格強調樸素同埋自然，令居住者可以喺木質嘅包圍中靜靜放空。女性嘅化妝工具真係多，尤其係百貨公司周年慶典，更係各種彩妝、唇膏、保養品囤貨嘅好時機。一唔小心就會失手買太多。呢一啲瓶瓶罐罐應該點樣放呢？就係懶人輕鬆收納嘅鏡櫃收納。鏡櫃設計就係最適合唔想花太多時間處理化妝品收納嘅懶人啦。關起門片就將雜亂咁收乾淨，感覺就慳咗唔少空間。當小朋友逐漸長大，架上嘅玩具慢慢被書籍所取代。喺兒子房設計一個專門嘅學習角落非常重要，呢一樣可以令小朋友專心學習同埋閱讀。配備書櫃、書台等等嘅設備，令小朋友能夠有一個專屬嘅學習空間。咁樣唔單止可以提高小朋友嘅學習效率，仲可以培養佢哋自主學習能力同埋獨立思考能力。為咗穿着上嘅便利性，衣服主要收納空間通常規劃喺睡房入邊，將衣櫃按照唔同衣物收納需求，利用複合式櫃體設計打造全面嘅衣物收納機能。格櫃同埋層板可以堆疊 T 恤或者一啲帽，需要防塵嘅衣服就可以擺喺櫃桶入邊。口袋式或者捲式摺衣法可以增加收納量，亦都可以好好咁樣揾到啲衫出嚟。而大衫、長褲等等就可以利用吊掛五金妥善收納。U 字型廚房喺空間上有絕對嘅優勢，同時上可以分成3個連貫嘅面向，跟 L 型廚房類似，可以將水火分離，提升使用上嘅順手性，充分利用兩側嘅轉角，適合2人以上一齊煮嘢食。另外一邊收納展示用嘅上方櫥櫃可以陳列屋主收藏嘅杯杯碟碟，中間平台係簡單嘅甜點餐備櫃，下方就可以作為雜物同埋備料嘅收納空間。用你屋主最中意嘅一木木色，凸顯呢度嘅獨特性。
浴室係居家重要場域之一，每日早起刷牙、廁所或者臨瞓之前沖涼。使用率相當高，浴室設計除咗美觀之外，更需要講究安全同埋功能。灰褐色往往係浴室設計中被忽視嘅顏色，但而家正係重新審視呢個多功能色調嘅好時機。作為灰色同埋木色嘅混合體，灰木色可以營造出平靜而優雅嘅氛圍。無論你偏愛現代、鄉村或者經典風格，灰褐色都係一個出色嘅選擇，能夠帶嚟令人驚艷嘅浴室改造效果。